唔知恁敢捌看过有写台语的手册地杯仔咧？来看亚洲大学学生安怎动脑筋，甲台语小解互少年人。因也希望讲即款作品有一天会当有企业来使用，互无去有少年开实行个有意义。一杯一杯的手册地，爱写好料的拢有。往来澳摇、山野青、甲沙拉柑，顶头有台文字、罗马拼音、台语注音。不过这还无够看，背身竟然还阁有这。有香衣龟，无晓念的扫这小小的 QR code 就通学，而且阁有造句。乖孙诶，这毋是白啊，这是香衣龟。有想辅助的手无？不过，这尔深色的饮料有钱又无得买，因为这其实是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大学生今年的毕业作品。大学生若是家己阁想要学台语，但是家庭有可能拢是无讲台语的，安尼要安怎会使家己学习？阮伫网络面就找着讲，原来有台语注音这种物件，其实迄比罗马拼音是较简单，会使直接看，就亮出来台语安尼。我们的插画通常都会结合一些酷手的东西，就是让年轻人感到有趣，可是又跟台湾的民俗有关系的。创作团队5位学生以语言学家吴秀丽各台对照外用书店出发，45位注音分别以蓝色甲白色的杯仔甲大纸来分别。蓝就是侪人拢知影的波波猫，那白就是台语的专用符号。即几档有真悬的比例，就是讲搁较侪即个20岁、30岁即样的，注意咱家己的即个台湾土地在地语言，带动台语学习袂歹啦。近期嘛有参加过足侪比赛，像迄美国的 ADC 设计奖，阮嘛有得奖，所以阮嘛希望讲，若是有人愿意甲阮合作，其实阮拢有足大意愿。真正想要把迄台语注音这个物件推广出去。团队前后的设计，对为台湾属机的插图、甲红仔飘、杯仔珠，还阁有设计装饮料的碟仔，用半年时间完成，也入围国内出名的设计大奖。因也望台语生活化的理念，会当透过艺术甲实践的设计继续传。记者阿明、林学凯台北报道。